拜，我心我靠伊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一礼拜的开始，邀请大家，咱要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最后来吟，听我祈求，主啊，耳孔听咱的祈求。感谢主过去一礼拜久的保守看顾，做伙来到施恩宝座前，咱来感谢认罪来祈祷。感谢你温慈甲怜悯，保护洗净阮，无搁纪念阮的罪过，互阮回头你的机会，点到阮对你的热情，加添阮对你的信心，也好我求你借阮所仰望你的，阮实行主爱，天父我学了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信实极其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阮感谢你。你借着你的圣灵，主要所保护你的话来洁净阮，阮甲你有份，互阮当承受你一切丰盛来荣耀你、见证你。你要担起阮身躯的重担，来抹平阮受伤的心灵。我要感谢你，因为亚神的你予伊能力，软正的你加添伊气力。阮多多要挖靠耶和华，得到新的气力。我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也走无也，行无神，感谢主，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所以咱来为今日的礼拜的这段来祈祷，求主降临在咱当中做王，互咱的敬拜真做芳的祭，请到主的面前，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全能主上帝，感谢你圣灵的感动甲催逼，互当时的囝儿因着较无你的疼，三甲组织伫圣殿中，预备敬拜你。我要感谢你，学了主你的圣名，我们用诗歌学了你，经接主降临伫阮当中，恳求主即时将圣灵的火点到，祝福今日的敬拜，真做芳的祭，请到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喜爱。求主赐福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领受对主来大气力，殷勤做工无亚神，元首所做的工，为要荣耀主你的名。愿主甲咱阮的服侍，特别恳求圣神，恩果高我今日的讲师，阮所敬听的为贤牧师，透放伊所传讲的信息，互伊的信息带有上主的大能力，流入每一个每一个人的心，互听的甲讲的，拢白白得到利益，来归荣光互上帝。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今日的礼拜是得胜荣耀礼拜，一切荣耀归伫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愿我的祈祷。
中一同工，甲各服侍团队小组长同心协力协助教会所要推动的福音事工。特别是年底是福音收割的时阵，愿主大大祝福坚固，互教会积极推动的幸福小组，也是福音餐会等等的事工，会当顺利运作。咱做伙守望来求一下祈祷。回头，阮是基督的身躯，并且各自做机体。机体虽然多，但是身躯只有一个。阮每一个人要各尽这份，为要建立基督的身躯，同心侍奉。愿圣灵赐下合一的心，互正会友、教牧师团队以及中一同工小组长彼此结连，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拍拼传扬福音，求主保守这个世代青少年，总被因加做上帝所动用的器皿。特别阮顶州有新选出新的中级，阮感谢主，互新一辈的青年愿为神为主做工，求主大大赐福，坚固因所做的工。求主也保守这世代儿童。互因自细汉敬畏主、侍奉主，也求主保守阮的牧者以及中一同工脱离恶者的攻击。互你的仆人时时常常祈祷，祈求主，也求主保守阮的牧者以及中一同工脱离恶者的攻击。也求主的旨意，互因伫侍奉顶面力上加力，带着圣灵的权能，满有主的同在，更加就。恳求主扩展富强教会属灵的境界，互富强教会真做祈祷、敬拜、人人传福音，圣灵彰显的教会，为主伫这个世代大大收割，带人归主，福音的大能传到万国万邦。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现在来为心、圣灵、白天中的集体来祈祷。咱做伙跪下来祈祷。世家你的祈祷，耶和华，你伫耶利米书安尼讲，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就得到医好；拯救我就得到救，因为你是我所学到的。恳求主恢复阮白听中兄姐信心，领受主带出黑暗伫光明的帮助。祈求主也甲苦境中的兄姐同在。保守平安归因，求你施阮怜悯医治白听中的兄姐，求你亲自换手伫因的身躯，免所有的感细胞甲捆绑心灵的疾病离开，因要经历你的医治。你讲其人侪有苦难，但耶和华要拯救拔伊的儿女脱离这一切，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受的悲伤，我就得到医治。我相信你用你运手医治每一个患病的兄弟姊妹，要见证你的大能作为，因为你是惊信你的上帝，也是上大医生。伫人所做袂到的，伫主你凡事拢通的。也拄起白听种兄姐惊吓不安的情绪，
原在对主来平安，迄拢是阮的亏难。借着圣灵的能力，甲盼望，病痛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平安。祈祷靠主的名，阿门。煞遮，咱要用静默的方式来为世界和平做伙来祈祷。咱知这一段偌久的乌俄战争，以及近期以色列甲巴基斯坦面临着50年来上严重的以巴战争。相信上帝是遐世间人的上帝，咱做伙来为着这个战争的百姓、国家，为世界和平，咱做伙静默来祈祷。上帝啊，耶和华谦卑的人的心愿，你早就知。你的确有比因的心，也要爱耳康听阮的祈祷。阮相信上主已经听起阮的祈祷的声，坚定信心的，的确得到主的恩典。只是邀请大家听听，咱做伙泡泡啊，来娱乐，祈愿上帝。我
234首，我心实在饿了。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白无，诚心是伊敬尊。慈悲疼世间人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予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主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日，阮伫遮摆列阮的敬拜、阮的学乐以及阮的祈祷恳求。是你主，你是疼人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你是赦免人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互阮搁重新转去到伫你恩典怀抱的主，所以阮今仔日用着感恩的心，用着渴慕的心、恶乐的心来到主你面前，为着要领受你对天顶宝座所赏赐迄个美好的恩典祝福，你的拯救的福分。主啊，感谢你！阮伫今仔日通过福音主日，通过王伟的牧师所带来对你所领受属灵活命的话，以及生命的见证，通过一遍来确认我的信仰。阮知影主你是活我的主，是大权能的主，你是疼世间人的主。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一切荣耀拢归你上帝。阮所领受的恩，也对你领受满满。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启应文18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
因为你才有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圣山五国，愿上帝赐福予阮。咱做伙来祈祷。恩典满满、全能的神，主上帝，你至权至大，创造天地，将你万事万物。你是荣耀的神，全胜利的主。天顶地上，唯独你配得人人尊崇甲学乐。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感谢主，亲爱的主耶稣。2026年是阮富强教会的创立50周年，为要感谢你一路来的保守甲祝福，小会也已经正式筹组了庆典筹备委员会，提早要为各项的事工甲活动做好周详的计划甲安排。阮全体会友也要用大欢喜的心做伙动起来。人人无例外，为心付出，热心参与，支持教会共同来办好一生难忘的50禧年庆典，也通过安尼，会当来营造一个报道的规模，互更较侪的人有机会来认捌主上帝，也是互将教会学习的标杆甲典范。荣耀主的圣名，求主你叫阮同在，感谢主。主耶稣，阮的国家台湾有你处处的恩典甲神迹，国际互阮的美名叫福尔摩沙。外来游客若来到这，拢学了这风景的，就是上水的风景，就是良善热情的人民。也阁有创造一人一事的台湾之光。主啊，阮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4年一摆的总统甲国会大选也要进入登记的阶段。阮知影投票的权利毋是天拨落来的，往往是济民主斗士失去自由、性命，甚至家庭破碎，所无一定会当换来的。有济国家甲地区的人民羡慕阮，阮也该当特别看重甲来珍惜。选战愈来愈接近，主啊，你是和平的人君，奇妙的策士，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要倚靠徛伫你这边，要来救你的国家义。你求你赏赐阮，你嘛要赏赐阮所有的一切。阮要摇动你的手，向你恳求，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互你的智慧甲公义伫即块土地来彰显。愿你真理哪光传递遍照，愿你的活命临到这个百姓。互阮同款继续有自由的空气，有平安的日子，有喜乐富足的生活。愿安尼恳求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恭受上帝的话。今日的经节是约伯记22篇21节，因为经文无介长，咱来共读现代台语以及台语汉本。我来共读节，要顺服上帝，甲伊和好，福气就会临到你。大汉本。当你着甲上帝亲密，就会得到平安，安尼福气要临到你。共读到这，接续咱要请圣歌队为咱献诗，献诗煞，咱请王牧师来为咱讲道。今日圣歌队要为咱献诗的是《人捌你真好》，其中每一段，咱圣歌队邀请咱。会众大家做伙同音做伙来合唱。朝露中的小草，蓝天中的小鸟，我整颗心被幸福围绕。哦，我慈爱的天父，认识你真好，你赐的福分别出找不着，你是我。哦，主啊，认识你真好。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啊，听到咱圣歌队吼，今仔日特别唱吼因的团服哦吼，啊轻松的诗歌啊，甲平时献诗唱圣歌队服务共款吼。因唱一条诗歌叫做《人捌你真好》，咱嘛先甲咱的隔壁来请安讲吼，人捌耶稣真好，来甲隔壁请安一下。那人捌耶稣真好，今仔日为贤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主题就是，搁较进一步，人捌耶稣真好命啊，真好命。啊，到底是安怎真好命？稍等下，啊，咱要请王牧师来甲咱分享甲见证。啊，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请安甲介绍啦吼。啊，咱王牧师啊，咱特别第一场礼拜兄弟有个较资深的会友，啊，拢认捌吼，认捌伊嘛认捌即个家庭啦吼。啊。会记得我伫1990年，吼，30几年前来咱富强教会啊就任做牧师。1990年是咱教会设教14年啊，14年啊，现在已经47年啊，哇，惊老老长啊吼。啊，迄阵呢，啊，我来到遮的时阵，知影讲有王正贤接受即个家庭。啊，迄阵知影讲，咱的王维宪牧师吼，拄啊好伫美国咧读册，吼，咧读博士安尼吼。啊，对迄阵开始就知影讲，可能王牧师家己无了解，毋知影，但是我对咱的会友，也是讲对咱教会当时的状况有一个感受啦吼，就是王牧师是咱富强教会第一代的青年，啊，等于。因伫遮教会创设时阵，伊拄啊好青年时代，啊，然后就出国读册吼。啊，因为伊嘛是头一个咱青年吼出国留学，啊，所以呢，影响到咱下一代的青年人吼，咱富强教会的囡仔吼，足爱读册，吼，足认真读。迄阵教会吼，拢有迄读册会哦，啊，搁有一个教室专门咧吼，遮青年读册，啊，嘛真侪人吼，真侪青年人。啊，真用心，真读册啊，所以对着王牧师的脚步就对啦吼。啊，拍拼读册啊，真做啊真好的发展，这是头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影响是拄啊好，差不多10年后啦，10年后王牧师已经倒来伫啊即个中兴大学伫做即个教授，啊后来伊做农学院的系主任。啊，搁院长吼，农学院，咱知影台湾农学做农的农学即个研究科学是中兴大学是上届 top 的就对啦吼。啊，伊也搁做咱的即个啊中兴大学附设一间较属于动物的病院吼的院长安尼。当伫伊拄啊好的服侍，也是讲伊的职业、伊的行业上届高峰的时阵。我知对伊来讲有一个足大信仰的突破，就是领受着圣神的精神，领受着圣神的精神。我知影王牧师甲牧师娘因得到圣神的精神，当然是因两个人得到这个祝福。但是我知影嘛影响着咱富强教会。迄阵咱嘛拄啊好，迄阵牧师拄啊好准备啊未啦吼，要离开咱富强教会时阵。咱的兄弟同工也开始接触圣神，就是讲，咱长老教会以早对圣神较无认捌，毋过慢慢对圣神开放，啊，领受一个圣神的精神，啊，咱的王牧师嘛是对咱吼直接间接对咱的教会的圣神的复兴有真大影响。今仔日吼，啊，牧师介绍较侪，伊现身说法较要紧啦吼，伊现身说法较要紧，啊，所以伊要甲伊所安尼。领受到圣神的同在啊，上帝的祝福，以及祝福伊的学习甲操练吼，用伊的见证来分享互咱。啊，伫伊见证分享进前，我先介绍一个啦吼。啊，咱的王牧师娘甲伊的公主拢有倒来做伫中间，咱拍拍环境音，好来。好，请坐。啊嘛真欢喜吼。咱差不多安尼半钟前就有邀请到王牧师讲啊，你会当伫即个时间，咱福音主日来到咱中间吼。啊，主要是要欢迎啊，咱
即几礼拜咱举行幸福小组有真侪 best 吼，伫遐来接触信仰，今仔日来听王牧师的分享，会当做搁较侪信仰的确认就对啦吼，真欢迎真侪的 best 吼，第一场、第二场啦吼，上时嘛，王牧师因为半当前安尼就有决定要来咱遮分享，我知影讲哇，迄个王牧师的家庭吼，特别对美国转来亚丽姐妹伊的全家嘛，拄啊好即个时间倒转来。咱我遮亚丽姐的家庭拢徛起来，互阮甲你欢迎好无？哎，亚丽姐吼，欢迎 ，OK， 叶手就好，叶手就好，叶手就好，请坐，请坐，好，请坐。是咱看到即个家庭伫咱富阳教会嘛算至亲啦吼。因安怎经历上帝恩典，咱要请王牧师亲自来甲咱分享。咱用一个普歌声来欢迎王牧师。夏牧师、谢牧师各位咱的长级咱的所敬爱的兄弟姊妹平安。真荣幸哦，当转来咱的母会哦，哇，来到来到遮真欢喜哦，佮转来这个所在吼。感谢主，咱做一个祈祷哈，咱头做个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无煞，认捌你真正好，阮真正一只欢喜，满心的欢喜来到你的殿中，求主圣灵甲阮同在。谢谢耶稣，我将下面时间交在你手中，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好，即阵吼，我要邀请你伫咱教会超过一档聚会一档以上，才徛起来。超过一档哦，超过一档哦，超过一档哦，无超过一档，无徛起来哦，超过一档徛起来，好，哇，感谢主，来，你捌耶稣真正好无？有好无？好无？好啊，讲讲咧，毋好真啊假哦，有好无？好，甲边仔讲你捌耶稣真好，来，好来，但慢慢坐，甲你边仔吼，来，甲你边仔有迄坐咧吼，你甲特别。换头去甲讲，认捌耶稣真好，来，认捌耶稣真好哦，请坐，感谢主，咱的富阳教会真正认捌耶稣真好吼，为认捌耶稣足优秀，足痛苦，认捌这耶稣要创啥，毋知影，其实毋知讲认捌耶稣是真正好。感谢主，我今日来要甲咱讲，认捌耶稣真正好，好到他们程度，真正好吼。来，你常常听到讲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包银吼，我的性命是无价值吼。所以有听讲，哇，是安怎拔出身吼，伊六地拢是麦克，我的六地拢地棒子吼，是安怎别人生了，安尼烟头搁美丽，我是 everyday 吼，是安怎？人生这么公平，吼，这么公平，哇！若做人讲，这是命啦，这是命啦，无度啦，你就是命吼，认命吧。为真正唔惊死，唔认命，讲无安尼，咱来改命，改运算命。所以这拢是谎言、欺骗，这种欺骗，命我当改吗？我当改无？来，暂时咱命当改举手。你拢恁真认捌耶稣拢无改命过嘛？OK， 咱圣经讲来，圣经讲你爱认捌上帝，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认捌耶稣，你要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另外一个所在讲，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拢要得到福气。所以有讲，你若捌耶稣，敬畏上帝，无论你是大细汉，无管你年纪偌老、偌大、偌少年，耶稣上帝要祝福你。伫创世纪讲，伊要将天顶跟地下所有福分，拢要互咱。阿妹嘛，赞无？赞无？你捌耶稣赞无？赞啊！天顶地面所有一切的福气，拢要互恁。所以你今仔日若未说咧，捌耶稣的，你今仔日听到对，你真正福气。阿妹。我要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吼，这个故事呢足特别吼。你看这个帅哥美女吼，这个故事呢，这个美女吼是阮妈妈啦吼。阮迄时代是真正美女啦吼。
啊，拄伫阮爸这个啊帅哥，号称这个餐寮的帅哥啊，搞笑，甲拢骑脚踏车去对阮某，阮某伫阮校我无地方伫骑脚踏车就弄着啊，阮个时代若弄着刚懵着爱甲人带阮爸嘛是呢，我真细汉阮爸甲阮教骑脚踏车去看美女啊，公主呢跟王子呢结婚了，应该是一切美好对无？应该是真好啊对无？一片美好，人生真好，但是呢真不幸啊！因为阮迄阵伫台北阮爸爸住伫台北。我呢10个月就得小儿麻痹，你看我的头特别大粒啊！我妈抱我我头特别大粒哇！我10个月虽然会小可会行，但小儿麻痹了，骹拢袂行，袂顶袂动无像我即阵会走呢我以前介早即个年纪有较大一岁啊，以前迄个石头咱行到了呢即阵要小可会行啦最近有去健身房有差迄阵真正两支骹两个就袂行，阮爸爸抱咧啥物人？你要看卖头迄个啦，亚丽姐奇怪，迄阵细汉伊拢做爱食甘蔗，伊每一间相片咧食甘蔗但伊腹肚拢无好，伊拢啊落屎所以阮兜是真凄惨一个是小儿麻痹发烧39度3个月一个是定定落屎，人讲着拉着了拉肚子。所以阮爸爸呢，佮韩国就按大把佮调转来台南其实看起来我上少差不多2、3岁2、3岁你看我面拢无啥变着真细汉老到将死所以拢叫我老王哥啦。其实我迄阵要做少年，18、19岁，阮陈佑啦、赵文啦，拢叫我老王哥我这么公平这个人生不公平嘛然后叫魏鹏叫王哥，我叫老王哥差不多几岁其实我30岁就老咧知我拄个看咧相片中，真正足细汉就老咧知你看妈妈的面呢，拢足粗鲁、足忧愁。阮爸爸呢是苦中作乐所以阮的家庭是无快乐的。这嘛是你看妈妈嘛是要讲真足忧愁的。无快乐，是安那？阮医疗费，个囡仔个袂有平安。阮妈妈足够白各位阮妈足够白，因为因做是当机当机，所以画符阮厝拢大符大符足够白。啥物人讲对一个有效有灵有邪搁较远带我去用拜去用看。足奇妙的阮爸爸因是迄阵公务人员，工程局将是改做驻都局。迄阵派来台南，甲阮住宿舍，一间房间内底有2户。真正上帝做特别安排甲阮住做伙是一个长老会长老大公教会的长老小共阮。当因生3、4个，拢袂落屎，嘛无安怎，阮兜就是袂落屎，差较济无平安福有满时，生命满时不是伊嘛传我讲，哎呀，王太太你嘛爱来信耶稣。我妈妈讲哎哟，我心比你较济，你一仙我较济仙着你，我来xử理要拼嘛无拼xử理但是因足奇怪，因拢无安怎，阮就平安尼，爸爸。刚食一款的水，食阮爸爸因讲迄个公务人员配的米拢相共，逐个食相共的物件，是安因无代志，阮有代志。有到一天阮3节去住阮兜，伊才看袂过甲妈讲阿嫂，你若无信耶稣恁厝惨我妈讲啥惨？因阿免的呢，因来祈祷鬼拢走咱兜呢。你若无信耶稣这鬼一定来甲恁创治呢。所以恁若无信耶稣，恁无法度我妈足铁气的，有影无？足铁气的，继续去拜，继续艰苦，日子也过啊，真辛苦。有一天，阮阿嬷来讲我听讲东部有一间庙啊，真有灵有邪，咱来试看卖，拜看卖反正听到有灵有邪就去咧，对去呢。起动跳的，
当机讲吼，我看吼，恁囝若无信耶稣吼，无救安尼。哦，哇，阿免呢？当机竟然讲哦，落教了讲哦，恁无信耶稣袂使呢？哇，所以阮兜信耶稣是当机讲的咧，阿妈真正听一个讲起咧。我拜个专心拜透透，有庙拜到庙，你既然到尾甲讲你拜耶稣，你去拜耶稣，哇！我妈实在是无法度，但是伊嘛才足铁气，所以你若无经历到，你也足铁气的。我妈若白白我妈足铁气。有庙有当改无？有庙当改无？只有耶稣当改变。有一天足特别的。阮的厝边邀请妈妈去参加一个报道会，咧报道会是一个异地的报道会，已经我头讲过啊，有庙无庙，当机讲你来去信耶稣，哇，已经拜到无啊！即间当机咧讲啊，加听看卖啊，一个隔壁讲王太太啊，你能来信耶稣看卖啊，来听这人报道，听讲伊若祈祷骹会病好去，骹会得去你无来看卖我妈讲半信半疑啊无来听看卖啊，听看卖啊，爱去反正讲到讲啥嘛听无但是开始讲来祈祷，大家排队啊大排队。我妈妈讲心内讲今仔日阮囝骹会起啊，我来信耶稣。哇！伊讲我囡仔来徛起来，我要信耶稣。因为我像我妈无信，所以我咧讲来，要祈祷的来排队所以咱一般人歹势，拢排上后壁，我妈排上后壁后盖你问咧，若讲要祈祷的，你也冲第一，因为温哥上济到尾啊阵温哥就较顺，最后要无力啦所以我今仔无好，就是我妈比上后壁做半好，你知半好尾到尾捌着妈妈我牧师问讲。这太太你要祈祷啥货？伊讲这囡仔小咪麻痹袂行，要徛你替我祈祷，要伊好，好替祈祷了，放伊涂骹，徛起来，徛10秒钟，阿妹妈将你归上帝哈利路亚，10秒钟，10秒钟，改变一生，不是6秒钟，是10秒钟足奇妙的10秒钟，我妈妈流目屎，决定要信耶稣。等我跟阮爸讲，阮爸讲有影无影，要信好，要信就来信啊嘛。阮爸无差，阮兜洗礼上蛮洗洗。阮妈讲要信耶稣，伊当伊真正足决心的将遐五常啊，遐符啊拢摕掉。开始认真来追求耶稣。你看有喜乐无？加一个迄啥物人？魏鹏啊，魏鹏长老我们魏鹏长老呢出事我无找无另外一张，伊若出事总笑眯眯，无像我以前你看我头前2张相片，我拢安尼留到底，你种我嘛无共啊咧感谢主。真正一点的改变，所以有命当改变，你算命无能改变，改运无能改变，改命无能改变，只有耶稣当改变。阮兜安尼开始，你看妈笑甲足欢喜的对吧阮爸这阵笑是半笑，因为最还袂相信的啦阮咧聚会阮拢去主里阮咧聚会，伊拢伫厝咧饲鸟啊但是一半是伊会载阮去，会载阮去聚会伊家己佫走转去偷仔转去厝感谢主，伊嘛信主啊，感谢主佫比阮热心阮了开始信耶稣了，阮兜就平安，阮兜身体拢足健康。但是呢，阮妈足烦恼因为温度阮拢发烧39度3个月。阮妈讲这囡仔若会好头壳压大去呢，我妈足烦恼的足烦恼讲我这头壳压大去感谢主头壳这种毋是讲读册是好啦，感谢主讲
我当读到大学啦，感谢主，营养归上帝哈。人无巧气，搁我拢读册，这嘛是运电，你知影无？咱拢知影，一个人发烧39度3个月，这头壳就烧歹去啊吼啊！当然，阮三个内底吼，阮妹妹、阮弟弟吼，足厉害，足够读册的。哦，我国中啊读，无半只马。阮妹妹吼，凊彩读，哦，读只，因为只马就是全校模拟考吼，前2名都随便有金马奖。啊吼，他有金马奖，我有金龟奖哈。魏鹏啊是国中咧，就踢足球哈，啊无看读册吼，嘛是用金马奖啊，奇怪呢，哦这么认真都厉害哈，感谢主哇啊，至少哦感谢主，因为神的动工，今天我们读书这些都是神恩典了哈。满满，你看我们的家庭，我妈笑多可爱哈！哎呀，哦，这是我爸，真的是比较有，真的是有平安的哈。那时候去受洗了啦，阿门！哦，他真的认识神了哈。你看到真的平安，真的，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你要不明白耶稣，还没说咧，我鼓励你来明白耶稣，真正好，阮的家庭大改变，真正大改变，唔加阮无身体，阮身体健康以外，所有一切拢改变。真正你爱来信耶稣，真正好。今仔要甲你大家讨论什么叫福气？什么福气？咱追求什么福气？这是咱的甲骨文，咱中国嘅甲骨文的福气，意思讲一个人摕一罐酒甕啊，伫遐拜神。伊的福气意思讲，我甲神有连结，这是一个福气。但是演变到尾啊，咱的这字叫做福，所以咱的心越愈细。神啊，赐我一口馋，有饭通食，安尼真正福气。所以愈来愈会，迄个心愈来愈细，叫啥物福气？亲爱兄姐、亲爱朋友，伫电视顶悬咧收听的，啥物是福气？咱来思考啥物是福气？你追求的啥物货是福气？我记阮细汉迄阵哦，读国小，希望紧读国中，我读国中才比国小较可怜哦。紧变读高中，高中我惨啊！高中我比国中较辛苦哦。我希望去考大学，考大学，我去哦，考到好学校，我希望考好学校，有考到好学校真福气。敢真正安尼？敢安尼尔？哦，但是吼，读了咱希望啦，找头路哦，讲个钱啦。薪水高，离家近，然后睡觉睡到饱，哦，薪水高，真好。这是咱的梦想，咱福气。我觉得头路真好，哦，这福气真好。但是呢，24小时爱加班，哇惨啊！哦，所以咱追求啥物件？咱咧读册阵希望当考到好学校，真福气。咱咧找头路，哇，真好，找到一间真好的公司，有好的头路，稳定，佮薪水真悬呢，这真福气。哇，无偌久呢，交一个美女一个帅哥，结婚呢，这真正福气。结果无偌久就佮冤家相拍，然后离婚，唔是，美满的家庭。所以，咱追求的是物件是啥物件？有子登科，有某，有车，有钱，有囡仔，有厝。拢总有，这是福气吗？真正这嘛是福气啦。但是发现你这福气是对着你的年纪的改变有改变，到真正的福气有啦，但是拢暂时的。所以你年纪无共，你追求福气无共。即阵比如讲，我60万哦，我真紧哈，透露我的不能透露我的秘密啊。即阵我讲，哎呀，即阵我都讲啊，希望师母佮生一个囡仔哦，这真正福气，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吧？哦，所以这福气无共。迄阵哦，阮结婚了7档还生囡仔，迄阵足希望生囡仔哦，真福气生2个帅哥哦。即阵的福气佮无共我想法。咱在座你想的福气是啥物件？但是你发现讲，咱这福气讲对着咱年纪，对着咱的时间会无共。好像无一个啥物真正的福气啊！所以人生的福气是啥物货？上下尾啊，进电图，叮，哦，就结束啊！这嘛福气呢？哦，会当困到叮，这敢是真正福气？然后人生来这世间，
咱就了啊，咱的福气就到。我头讲的，咱迄嘛是一个福气，但是咱真正福气是啥物件？所以咱一生追求的是啥物件？所以咱有阵时来比较咱的学历，比较咱的金钱，咱的成就。但是上帝讲，我看重的是比你这较济，我看你是宝贝，我看你是我所疼的囝儿，伊看你比这你的学识，比你的财富，比你的成就更加重要。我一生要甲你同在。我想吼，我做牧者了，我甲一寡兄弟姊妹咧沟通。尤其拜神吼，也要捌上帝讲，咱若去拜拜了吼，你落家了讲，我今仔要对你转去困，我马上惊死，对吧？我困袂去嘛，你去拜了讲，好，我决定你甲我大转去甲你做去困，因逐讲唔好，你去拜，讲要甲你做去困，你惊到要死，对吧？但是上帝讲，我随时要甲你同在，这个福气是永远的福分。袂因为你年纪的改变，袂因为你当时的改变，伊要甲你同在，这就是一生的福分。咱有遮好的一个朋友，24小时甲你同在，这福分是比什么也重要。甚至伊要指示你头前的道路，伊要你有福乐的人生，有喜乐。我毋知你有快乐无？有无？信耶稣快乐无？有法讲呢，有法通讲呢。其实足侪基督徒无快乐呢。今仔来遮坐伫遮听我讲道啊，真无快乐，因为去夏牧师催来呢，去足侪朋友 call 来呢，哇！咱听一个直接咧闹下海，真无快乐呢。看到这张图，这张图毋是要看这大颗的王牧师啦。重点是，你有看到无？乖乖，你有看到乖乖无？乖乖顶下写啥物货？福气满点，有看无？这才是重点啦。大颗的牧师无重要，福气满点。咱的上帝就是要指示你的道路，不管你今仔行到倒，去到一间学校，你食啥物头路，你娶啥物某。你不管安怎，伊要带你行你的道路，拢袂你喜乐，佮有平安。这是人生上大的福气，要互你过着福乐的人生。阿们吗？感谢主。伊什么讲？你敬畏我，互你一无所欠缺。我从地面上的雨水要落雨水伫这地面上，有田会当结这个结石头啊、树啊，要结果子。将这一切福分要互咱，所以敬畏伊的，你无欠过，免惊遐。伊所拄着困难点，对伊来讲，小可大代志。我毋是讲小代志哦，小可大代志哈。你的问题对伊来讲是小可大代志，伊要为你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你要认捌耶稣，这个福分你今仔日一定要带转去。你若经认捌耶稣，你要继续跟随耶稣。头牧师有介绍，我伫2011年，我上帝圣灵感动阮，甲阮太太，阮全家去开拓教会。哇，走了伤紧，这歹势吼，歹势走了伤紧，走伤紧哦。阮伫阮教会这里在自动播放吼。阮差不多12周年啦吼，阮教会12周年无要活咧吼，教会要活吼，感谢主吼，无翘起吼。阮正教会设立阵呢，阮全家服侍吼，喂饭，阮爸爸佮阮全家吼，即服侍，感谢主即教会会当伫遐，阮所建立，阮教会无大啦吼，细一间教会阮台下顶的比台下较济，顶悬敬拜赞美团比较济，感谢主，但是阮这内底有喜乐。阮的主要目标是讲对遮青少年吼，阮就感谢主，上帝，阮有机会伫公园做报道，用敬拜赞美一寡学生，因为阮对面是一个国中诶学校，
所以呢敬拜赞美。但随着时间的改变，阮伫2018年的拄着封印吼，阮即阵拄啊有4个家庭离开阮的教会。我就我讲我甲牧师讲哇，因为迄阵的教会拢是囡仔吼，读大学、读高中，阮的囡仔真侪囡仔。我咧祈祷中主即间教会敢挡会牢？祈祷，上帝甲我讲，你已经来假啊！人生的道路，我咧教授好好毋做，走起来做牧师，搁做牧师，搁做青少年教会的牧师我就讲哇，主真诶假安尼？伊问我讲，你完真的完假的？我毋敢讲呢，因为我真正在考虑呢，上无信心教会，上无信心是牧师呢，毋是只青少年但到因拢讲牧师加油冲落去我就牧师冲落去恁拢无冲落，我嘛足烦恼的上帝甲我讲，你完真的完假的？你真正要真诶假？我讲安尼真正我毋敢讲。我讲安尼无安尼啦无你爱帮助我。伊讲我要你寡妇孤儿，你要爱无？孤儿寡妇你要不要？我讲上帝你真无公平，从咱头开始讲无公平。你看别间教会拢是王永庆、王世宏郭台铭你给我是孤儿寡妇，对我真好。我本来是伫校袂歹，甲你来教教，互你安尼上帝无要讲啥，伊甲问你为毋尔伊当我讲好毋我想几若工我讲好安尼啦，好啦，但是有一点你也甲我同在，爱帮助我因为其实我头讲的，我是教会第一代青年，圣经读咗真济，但是拄着封印的阵嘛，才惊遐，做这大顶悬12个门徒，拄着封印的阵，因做这工课，舀水，收布棚，大惊要死的，拼到要流汗，但是袂记得耶稣伫船顶，因甲母家无法度阵去找耶稣，讲耶稣救我，我嘛是讲。一开始无花阵是我家己的困难，无甲安尼添甲歪，但是就是无看到功效。记得中，我讲好，你若好我要爱，但是你也甲我同在。感谢主咱母会支持，足侪人支持，足特别的。阮伫2018年头前开拓到2018年，每一档拢是 minus。阮迄人真济嘛大人家庭也真济，逐档都minus。但是2018年，我们大人都离开阮教会了，阿门。2018年到现在，每一年都正的，阿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阮的囡仔拢咧食，未食头路。我每个月的房租重担，但是不晓得什么地方来。我们真的是上帝甲阮支持。所以，亲爱的兄弟，伫电视顶看的朋友兄弟，你拄着问题，咱的上帝拢通看过。我拢经历，你嘛拢经历，毋好放弃。咱的上帝足奇妙，奇妙到啥物情形？有一个无信者的，奉了100钱，今年讲还出去，行出教会去探访，遮阮的邻里有需要的。家庭10户，阮1户拢互伊正大的红包。阮带阮的青少年，阮的会友出去甲因祈祷。这户呢，因是特别的社会局的关怀户，因为因囝有某些特殊的原因疾病感谢主，今年12月3号要去教会洗礼。阿妹，将荣耀归上帝。阮去阵分的阮的同工为遮病人祈祷，为忧愁的人祈祷。哇，感谢主！等阮遮囡仔转来了，讲牧师，咱当时过来，因感觉
因伫种教会是真幸福，无行出去无比较，毋知影幸福啊！哇，你看这人都偌优秀，对无？真正足优秀诶，因的家庭也真凄惨。我就足奇妙诶，我讲我甲上帝答应了，上帝真正供应阮。我讲交互你，啊，你就来处理。所以，亲爱的兄弟，我真毋知你有啥物问题，但是咱的上帝我能处理一切。我的脚，我的教会，上帝看过，毋是我教，真正无当教，无我人我当教，人教袂晓赢过上帝的教。真正恩典满满，真正恩典满满。阮的教会遮囡仔，像上帝讲的，阮有一半以上是孤儿。中即个太太后壁即个爸阿母拢，伊国中老爸过身，高中老母过身，阮内底有一半以上拢是孤儿寡妇，还有寡妇，真的占阮教会8成。上帝感谢主，真正伊才来孤儿寡妇，阿免。但是才来了无欠过，阿免。感谢主，恩典满满伫中间。我领受的，咱感谢上帝。阮遮囡仔，你看每一个总欢喜对无？有喜乐无？因的每一个学历拢无共，每一个成就拢无共，但是因活伫上帝的道路内底。有台中一中的，伊就一开始就伊的目标啥物货？伊讲牧师，我要做补习界名人。感谢主，真正是补习界名人。阿免。阮鼓励阮的囡仔，照你所爱去行。我靠上帝，上帝就带领你。我相信上帝继续伫新芳教会要做奇妙的代志，也要伫咱附近教会做奇妙的代志。阿免吗？借着你，来你甲左右讲，上帝要借着你，好一人得到祝福跟福气。来，上帝要借着你，得到你福气。我讲魔鬼魔鬼做毋甘愿的，啥啦？伊无爱看咱好，所以伊甲你讲你的命无救啊，无改啊，去算命嘛无用改，伊讲无效啊，所以这是谎言，讲白贼。甲你讲无救啊！但是耶稣讲，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得到个丰盛，要找丰盛福气拢要互你。所以你是有救的，你是有我能改变的，爱伫耶稣内底。所以耶稣讲，你伫世界中有苦难，但你放心，我赢过了世界。阿免吗？不管你真是学业的困难。你的经济问题、翁仔某冤家的问题，恁家恁囝袂好的问题，你要做一切的问题，对耶稣来讲，小可大代志，因为伊赢过了世间，所以咱将一切的代志交互耶稣。我可以，伊要成就，你爱成就，伊要成就你，所以你爱认捌耶稣，你要知伊真正好，要你真福气，互你活命。亲爱的。兄弟朋友，今仔日我见证到这，但是我要邀请咱常常主恩，上帝恩典食看卖啊！食看卖，你就食苹果，我讲这苹果真好，你无家食看卖，无加落，你也毋知这苹果酸啊是甜的，讲到嘴角全破，无值得你一家去看卖。尤其咱的这朋友邀请来，试看卖啊！阮家改变，阮的家庭改变，阮的教会改变，这拢毋是咱人的法度，只有上帝。伊讲我靠伊人是有福气，我靠有福气。今日你来到附近教会，毋是偶然的，你真正有福气。甲你出去隔壁讲，你真正有福气，来。好，咱来唱一条歌坐倒哈，坐倒，咱来唱《耶稣在我的心》来，这条歌我毋知你晓唱无无紧，我唱大声，我会走调来，无紧，来，敬拜赞美团要替我唱会使来，虽然我以前是带敬拜赞美但是年纪较大我无咧带，拢是阮囡仔带。耶稣知影你的心，你正是会艰苦艰难，你的破病，你一切需要，耶稣拢知影。
OK。好，咱做伙笑吼，每开开，咱做伙笑。咱来做来吟，在吟中间，你将一切交托主，伊拢要垂听，伊要成就，你要所爱一切。来，耶稣在安慰好我欢喜，主我平安，主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临别，伊拢了解，支持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风雨吹落，看我听我永远的脚步，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耶稣好无？赞哦！你有啥物委屈，咱做耶稣拢知影。伊开嘴甲伊讲，伊要成就一切。来，搁一届啊！我在我心安慰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的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亲爱的兄弟姊妹、朋友，你信耶稣虽然环境无改变，但是你信靠耶稣，你袂摇动，你袂摇喘，袂惊吓，因为咱的主甲你同在，所以你我可以。成就一切，行过世界来。耶稣在我心，安慰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的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风雨吹袂倒，看我听我永远的照顾。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风雨吹袂倒，看我听我永远的照顾。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坚强我的生命，耶稣真正好。即阵我要请大家目睭开开哦。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耶稣知影你一切，你的流目屎，你的艰苦，伊拢知影。伊今仔要切去你的目屎，即阵大家目睭开开，包括电视机顶啊头前的目睭开。我将要好掉几样代志。你即阵你心内有真艰苦，这艰苦包括你的财务，包括你阿某的困难，包括你囝儿的困难。你有困难，
你有我都赢过，你有需要人甲你祈祷无？若有需要，请你举手来，正手来，请你举手来。等下，我们为你祈祷，多谢。好，举手来，好，放了，好，有无？有无？好，我看到啊，好，真棒。咱来带导团这小看哈，有看下，等下去祈祷，有无？咱基督徒毋是无问题，咱嘛是基督徒真侪问题，包括牧师也足侪问题。我嘛需要人啊祈祷，我嘛是需要你祈祷。你有需要无？有需要有人要替你祈祷无？感谢主，感谢主，手放来，谢谢。最后要这呼调，你今仔日也是还未洗礼，你听王牧师的。我介绍阮的家庭，介绍阮的道路，你有做想要爱这个耶稣无？今仔耶稣要听你，要爱你，要对你做长的，要互你福气。你也毋捌洗礼过，你今仔讲主啊，我要接受你，主耶稣，我接受你救主无？有无？若有，请你举手，请你举手起来，等下我们特别来为你祈祷。我做上我一个哦，我就是我妈妈做上我一个，我半好哦。哦，我从我妈冲底咧吼，今仔转好呢，感谢主。有无？愿上帝要祝福咱每一个，福气要临到你，毋加临到你一个人尔，要临到你的家庭、你的家族。阮的家庭就是我妈妈一个人开始，阮全家得救，全家得到祝福。有无？你愿意接受耶稣加这个救主无？感谢主，阮将下面时间请牧师来为大家祈祷。咱真感谢王牧师将伊生命见证分享予咱，拄则咱。有呼召讲，你有艰难、有困难，需要人替你祈祷的。咱有决志，你也未洗礼，欢喜就君主来领受这天顶的祝福。认捌耶稣真好命。这是我要招咱大家，甲咱的手放伫咱的心。无论你是毋是已经是基督徒，还是你心内有苦难、有艰苦、有艰难、有人生的难关，在拄着。也是你准备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牧师要为着你来做祝福，因为就亲像王牧师伊所讲的，当伊的妈妈带伊到伫主的面前，讲我买的时阵，伊的生命就改变，伊的家庭就改变。我相信这款的祝福甲改变，也要临到伫咱在座每一个欢喜接受主的兄弟姊妹中间。牧师只是要为着咱来做祝福的祈祷。大慈悲的主上帝，你是活我的主，你的大权能伫逐世代拢施落伫遐个较无追求你的人甲家庭的中间，甚至国家的中间。主啊，阮听见王牧师将伊生命的见证，将伊领受到对主对无教有迄款的祝福。主啊，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阮也要同心对你恳求。阮有的兄弟有拄着人生的难关，有拄着财务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拄着家庭的困扰，甚至伫职业上有拄着挫折的，阮要求上帝你施阮开路，互因知影有主通倚靠，而且是24小时拢伫阮中间的主。阮要随时甲阮的困难祈祷上帝，阮确信主你要带阮突破阮的难关，行一个新的道路。肉体病痛，你要互阮找到好的医疗来重新恢复健康。主，阮也看见阮有这个 best， 阮的无道友，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的，求你亲自赐福互因，互因确认。认捌主耶稣是真好，是真好命，是上帝祝福的人生。主，求你互因也当领受这款
改变生命的人生，行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人生，行一个主所赏赐平安的人生，伫阮这个新的朋友的中间。主啊，愿你也十分祝福伫黄牧师，看见伊勇敢离开伊的迄个真顺遂的事业、工作、教授的工作，行一个要超出失丧的灵魂，设立教会，招呼最多青年人来认捌主的道路。主啊，这若是无信心做袂到，我求上帝施恩赐福，予因夫妇以及这个教会同工，因有上帝充分的供应，一切拢无欠缺。主，你要予因成做一间丰盛的教会，受祝福的教会，最人的生命受改变的教会，通见证你大权能甲恩典。愿平安的主将这款的福气恩典赏赐伫黄牧师甲伊的家庭以及伊的教会，也同款祝福伫阮富强教会。当我们迎子设到50周年的时阵，主啊，我要点点滴滴来算起你的恩典。逐世代你兴起助你尽忠的百姓门徒来做为起造你的圣会。愿伫这代，我也要加倍的努力，伫各方面进步、突破、提升，带人归主，通互上帝你的圣国更较丰盛，亲像大宴席，充满上帝你的祝福。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以及今仔日来到阮中间这的好朋友、无道友，感恩恳求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接咱用普话声学到主，感谢。咱下面要请咱的师会，甲咱引传奉献。今日咱来做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坐来报告。报告前，咱先来看周报后壁面的本月金句《申命记》31章第8节，咱做伙来共读2解。第1版的，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伊要行你伫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免惊也免得论。申命记31章第8节再一次。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
伊要甲你伫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要伫定也无伫论。申命记31章8节，周报的第2下礼拜的上关当工，书例是立为文，其他的当工项目，大家请留意。第3页的聚会消息，请咱浏览了解。第4页，咱集体沟通，咱再一次用感谢甲欢迎，用普声来感谢王牧师。咱也为因台中新盼望教会为因祈祷，为因关心。第2点，社会公告，咱10月29日的选举和会临时和会中一个改选已经顺利来完成，今仔日是第2次的公告名单。第3点，咱本会的一个主日11月19要召开定期小会，时间是伫当日下晡的1点半，伫2楼会议室召开，请小会员有备心来参与。第4点，11月2日要举行感恩奉献主日，详细内容等一个咱夏牧师会来做补充的时，甲做详细报告。因当中有2点是影子设教的50周年，第2点是感恩节的奉献。第5点，咱本会第6期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3时期，咱也为了 Best 因来祈祷，因受洗时常来聚会礼拜，为 Best 因来关心。第6点，代祷团应邀丰收禁者祈祷的邀请，对11月初到11月2日，拢总3礼拜。目前已经伫进行中，请有意向的到咱的公报栏去填写，照你的时段来做禁者祈祷。第7点，本会有定12月初3主日礼拜了后，要年度事工研讨会，时间是伫当日的下晡1点半。伫3楼的副堂遐举行，参加的同工请留意。所有的有中级区长、小组长，以及各机关的首长、队长，以及办公室的同工。第2小点是作业前的相关档案，你的事工的规划、事工的预算，咱做电子档的档案了后，交予小员干事来整理。第8点，咱12月17要举行圣礼餐，个受洗的礼式，有咱鼓励要参加受洗献身的兄弟、青年、小朋友，因伫11月26以前来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第9点，50周年的庆典筹备委员会教会历史建制小组需要咱往前有纪念性的资料，比如周报还是旧相片、聚会定书定书单等等，收集将文件交予办公室，甲来做扫描了后，将原本的本稿就送予当事人。若有意愿要奉献予教会，咱嘛会当办公室来表示。第10点，咱有2个喜事，咱赖春姐伊伫台南市
阿法儿童读经协会得到奖牌是第2名，咱嘛与有荣焉。第2小点是林清老师记得同学拢有好的成绩，那么祝福伊嘛与有荣焉。以上简单报告，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我伫简单来做介绍咱的新朋友伫咱中间啦吼。拄则咱有介绍讲维贤牧师因全家吼，拄则咱有欢迎伊，拄则有咧介绍讲亚丽姊妹吼。伊平常时拢住伫美国，伊即边吼，安尼足欢喜，带因全家倒转来吼。拄则有请伊徛起，就是我小可佮介绍一下，毋过拄则亚丽姐甲伊的孙仔吼伫楼顶是无？袂要紧，我来介绍。我用名念者，咱请伊徛起来啦吼。亚丽姊妹伊的查某囝吼，女儿大女儿叫做 Eunice， 甲伊的囝婿叫做 John， 徛起来，互阮欢迎好无？哎 ，we just stand up， we 泡泡欢迎哈，欢迎好。好来咱亚丽姐的大汉后生叫做 Aaron 吼，佮伊的查某新妇叫做 Monica， 佮有一个古水的查某孙仔吼 ，Clear， 有伫楼顶吼，伫迄婴儿世家的款，泡泡欢迎因啊。真难得啦哈！我有听讲因家庭有喜事啦，所以等的第2场礼拜要结束时阵因就有一个家庭的聚会，要才亲情，因为对外国转来嘛才会家族要大家见面安尼甲因恭喜，上帝祝福因的婚姻甲家庭搁来介绍有一位姊妹是陈怡香姐妹，来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怡香姐妹呢，伊住伫咱东区这个所在仁东街埕搁一位是咱启动幸福的base的款是咱的蔡秋凤姊妹秋凤姐妹，欢迎你，欢迎。台湾姐妹陪来啦来送一个小礼物台湾姊妹因昨举办一个幸福餐会足闹热几啊十个来参加，有的医生，有的护士，有的工作人员搁一位是叫做这个黄宝良兄伫倒位？来欢迎你来参加欢迎你来参加真欢喜咱这边有七组的幸福小组，大部分拢是较用华语啦咱期待第2场礼拜。可能有较侪 best 会来，咱请兄弟小可甲因安尼欢迎甲招呼一下。当然，咱即个举行福音主日为着要甲福音传互因，但是需要咱各幸福小组的同工继续来安尼栽培就对啦，继续来鼓励，因为咱是12月17才要洗礼式，所以还佫有1个月，加把劲努力啦真感谢欧牧师欧牧师呢咱邀请伊。定今仔日来咱遮来见证分享，拄喂彭长老灵机一动讲，欧牧师你伫中部遐有熟悉安尼足好的讲员阮1年有2届的幸福小组的福音主日啦。伊怎讲安尼拄好，一个伊的同学啦伊的同学叫做庄雅慧中医师介绍一个家己讲好，会当来安尼。咱真多谢欧牧师甲咱介绍伊的台大同学后来伊变做中医师啦，有咱要来听看，伊到是安怎甲咱讲伊的人生的改变要伫12月初10，今日11月12嘛1个月后12月初10，要搁请伊来伊要来甲咱做见证，咱开始准备心我有一张图卡袂记咧秀上去好，时间无偌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讲，咱的11月26搁2礼拜后，咱要举行。感恩节鸿宴主日咱周部已经报足久咱口头讲，我意思也是讲，咱准备要迎接50周年毋是要一个安尼闹热热就大家快乐啉食就解决啦。咱是要有一个自我的要求，讲我要提升要进步，传福音搁较认真咱教会文道训练搁较扎实咱少年辈青年人来服侍主搁较增加。咱来举办种的事工
自救分享而且也要甲咱礼拜堂已经起好10档准备要好好来做一点会来维护甲整修所以请咱大家做伙参与咱要用这个感恩节奉献，成做咱一个专用的经费来推动这各种的事工啦其他的消息咱已经有报告了最后是要请咱大家搁一礼拜，咱这个荣耀丰收的金车祈祷，请咱搁继续来参与咱也继续邀请这 best 因陆续无论是甲伊讲话啦、开讲、探访啦，也是欢喜来教会继续聚会、参加小组，互伊慢慢习惯咱教会生活。有一天安尼决志要来洗礼继续来带导。咱搁一遍多谢王牧师、牧师娘甲伊的家庭，咱拍手欢迎，多谢伊。咱若有人要搁留来参加第2场嘛，足欢迎啦！王牧师希望用华语的来分享。咱甲时间到，咱的聚会准备来做结束。咱请起立，做伙来唱尾遍的诗歌，用光为圣拜上帝。小刷请牧师为咱来祝祷。主啊，感谢你，灵捌你真好。主啊，你要甲阮一生同在，带领阮头前的路站，特别来祝福富强长老教会每一个兄弟身体都健康，福气满满，福气满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甲所听爱的富强长老教会每一个兄弟同在，直到耶稣过来日子为止。阿门。得算会真济。感谢主，咱甲隔壁请安讲，愿主祝福你，大家顺行平安咱楼骹3楼有咱的爱餐，要请咱的在场的长级，咱来甲这个委员牧师的家庭来迄场合作，好无？我们请先不要离开咱的
在场的中级、在场的长执，请到前面来，我们跟慧贤牧师家庭，包括全家族都一起照一张，啊，跟全家族照。